盈健醫療集團係香港其中最大型嘅醫療集團之一，由1997年營運至今。集團旗下服務點已遍佈港九新界，轄下嘅醫療團隊龐大，有數百名醫護人員，為個人及企業團體提供全面嘅醫療健康服務，範圍包括全科、專科、牙科、中醫、物理治療、醫學診斷及造影等，涵蓋預防、保健、診症及治療。我哋持續擴展服務範圍，喺不同地區設立服務點，務求令更多市民能夠享用得到更方便、更即時嘅醫療服務。至今服務點已經超過100個，多年嚟累積嘅服務人次超過300萬。我哋矢志成為香港市民人生路上值得信賴嘅健康夥伴，持續讓你嘅健康價值不斷升華。而星康會 H2 係盈健醫療轄下嘅大型醫健旗艦中心，面積超過38000尺，位處於尖沙咀繁華核心地段，星光行，交通便利，中心薈萃各項醫療及健康管理服務，俾你感受與別不同嘅一站式醫健服務體驗。當中包括健匯專科 Polyhealth 設有各類專科醫療及物理治療服務；健柏健康管理中心 Impact Health 提供醫學診斷、造影、身體檢查等服務；仲健日間手術及內視鏡中心 WeHealth 係獲衛生署認可牌照嘅日間手術中心，設有多間內視鏡及日間手術室、休息區，能夠提供多項安全、卓越及優質嘅日間手術及護理服務。健匯牙科 Polydental 提供各類牙齒及口腔保健服務，包括普通牙科、專科牙科及美容牙科。H2 社區藥房 H2 Pharmacy 設有註冊藥劑師駐場，提供配藥及藥物諮詢嘅服務。現場更設有健康產品零售區，有各式各樣由我哋專業團隊採購嘅健康產品。另外，我哋設有盈健網店，提供各類身體檢查計劃，例如各種全身檢查計劃、超聲波檢查，仲有疫苗接種服務，例如 HPV 疫苗、帶狀疱疹防生蛇疫苗、兒童疫苗，以及各種營養補充品，例如益生菌等，讓大眾可以隨時隨地選購自己所需要嘅服務及健康產品。我哋仲設有 H2 Rewards App 會員獎賞計劃，會員只要喺星康會及盈健網店消費即可儲分，儲夠一定積分就可以換取現金券，喺星康會現場作購物使用。新會員更有迎新禮品，大家都快啲下載同登記啦！